校讲客语，咪咪笑讲客话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齐比先生哦，又到了咪咪笑讲客话、微笑讲客语的时候喽。要工作也是要休息哦，而且休息是为了走更长更远的路了。工作的客家话呢叫做工作，工作 work， 然后休息的客家话呢就叫做休息。休息，我们之前有教过啦。休息的时候，人整个闲下来，心也要放轻松了。不要说只有身体休息，脑筋还在动，那个可是穷操心呢。再来呢，我记得小时候呢，有个童谣很好玩，叫做排排丑，冲伞狗，压大鼓，自大楼。排排丑就是一排坐着，冲伞狗唱山歌，压大鼓，压那个压呢，就是指爸爸的意思，大鼓咚咚咚咚咚，大鼓。自大楼，楼就是铜锣敲锣打鼓的意思，所以排排坐唱山歌，爸爸打鼓，小朋友打锣。这时我想到了，好像我们幼稚园小朋友也唱一个类似的歌曲，对不对？排排坐吃果果，幼稚园里朋友多，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呢？所以客家童谣呢也很类似哦。排排丑，冲伞狗，压大鼓，自大楼。除非你是生病卧床在病呢，所以呢，您通常会有一些轻松愉快的活动啦。那生病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要来学一个客家话，就是懂唔爽快，很不舒服。爽快就是爽快，也就是舒服的意思。爽快就是不舒服咯。那么生病呢，用的是不偏不偏不偏这个有点类似发病啊的意思，这样不偏就是身体不舒服的意思了。OK， 然后我们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就要多休息，就要多休息了。好啦，上班族有时候呢会睡个午觉哦，睡午觉就是睡动猪。睡动猪，稍微休息一下，身体会比较健康，就不容易不偏这样会了吗？好，我们今天学到了呢，排排丑蛋，然后呢，冲伞狗，压大鼓，自大楼。我是齐飞，我是徐薇，安子 say 喽，再见。行政院客家委员会策划。